各位歡迎收睇 TVR 粵語加西新聞，我係 Sir Pro。睇睇本省消息，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將會喺本月20號到訪溫哥華，擔任溫哥華貿易議會嘅嘉賓。克林頓曾經多次到訪溫哥華，其中一次係喺1998年聯同前俄羅斯總統耶爾欽主持首腦會議，討論有關面對全球化嘅挑戰。今年溫哥華成功申奧之後，溫哥華旅遊局預計今年夏天喺溫市地區嘅酒店同餐廳生意額將會比舊年同期有所上升，但係由於環球經濟仍然唔穩定，所以旅客嘅花費將唔會較舊年有所增加。旅遊局主席 Rick Antonson 就指出，調查預測呢就係到訪溫市旅客將會有4%到6%嘅上升。Antonson 就認為全球嘅人因為收睇咗今年嘅冬奧會之後，對溫市都有正面嘅評價，認為溫市係一個安全同舒適嘅城市。另外 Antonson 亦表示，新擴張嘅會議中心計劃喺2011年將會吸引更多商界人士到訪溫哥華進行會議。Langley 喺上個星期六去到5月10號先後發生3宗劫案，一間三文治連鎖店、一間薄餅連鎖店同一間油站，同樣被一名白人匪徒搶掠，損失少量金錢。警方正調查3案係咪同一人所為。警方綜合各事主嘅資料，正追緝一名白人男子，年約38至50歲，身高約5尺8寸高。犯案時着黑色嘅外套，戴棒球帽。市民如果有任何消息，請致電604-532-3200或滅罪熱線。首宗嘅劫案發生喺上星期六朝早11點15分，位於200街7100號路段一間三文治嘅連鎖店。匪徒持武器走入去店內，喝令職員交出現金後逃去。而當晚11點20分，一名持械匪徒同樣闖入上址路段嘅一間薄餅店行劫後逃去。最後一個劫案就係喺5月10號嘅朝早5點15分，喺位於96 Avenue 19800號路段嘅一間油站被劫。由於匪徒嘅外貌同犯罪嘅手案都係相似，警方唔排除係同一人所為。由於內城市兒童貧困嘅情況嚴重，有組織聯同溫市政府發起運動，將本星期定為內城市兒童週，藉此係提高外界對貧困家庭兒童嘅關注。組織發言人表示，內城區唔少貧困兒童未能夠同城市一般兒童一樣可以參與課外活動，對成長嘅過程構成影響，希望透過活動協助。發言人同時呼籲市民向貧困兒童提出捐助，避免將該批嘅兒童邊緣化。組織同溫市政府將本週定為內城市兒童週，並會推出一系列嘅節目，俾貧困嘅兒童得到協助。而嚟自唔同中學嘅10支代表就集結喺溫市嘅藝術館門外，喺5月10號朝早以拔河嘅形式係活動展開序幕㗎。一名涉嫌同上月素里一宗9歲女童被性侵犯有關嘅36歲男子，上星期5被騎警拘捕並落案起訴有關罪名。5月10號出庭應訊。案發喺上月23號凌晨3點45分，涉案男子潛入 Guildford 區一間嘅房屋爆竊期間，並向屋內一名9歲嘅女童侵犯後逃去。警方重案組接手調查後，鎖定該名嘅男子，將佢喺上星期5拘捕。溫市警方過去時間積極為露宿者、癮君子同精神病患者提供不同協助，令市內嘅罪案率大幅下降。其中09年嘅入屋爆竊案由04年嘅5257宗就跌至2869宗，跌幅有近50%㗎。另外，偷車嘅罪行亦都出現大幅嘅下降，04年有6713宗，09年就只係得2444宗，跌幅都有6%。至於其他嘅罪案，包括縱火同偷竊都係錄得有下降嘅跡象。有調查顯示，互聯網使用率喺2年內上升15%，其中本省同亞省成為互聯網用戶人數最多嘅省份。聯邦統計局表示，喺本省同亞省有80%半16歲以上人士使用互聯網作私人用途，而全國就有80%，即係2200萬人。相比起
舊年嘅數字上升7%，總升幅最大係紐賓接域省同紐芬蘭省。咁至於互聯網使用最高嘅城市就係卡加利同 Saskatoon， 使用率係達90%，溫哥華就排行第5。本省一批教師因為不滿省府強推基礎技能評核試，帶起黑色臂帶表示無聲抗議，但就遭 Kamloops Thompson 校區係反對，要求教師將黑色嘅臂帶除去。教師協會主席 David Kolemyanovich 就表示，加拿大憲法保障示威者佩戴抗議襟章同臂帶嘅權利，所以認為校區要求係無理。佢表示，較早前舉行嘅連串公聽會都未能夠解決事件，今年嘅冬季將會再進行公聽會。而 Thompson 嘅教師協會會員就指出，相信今次嘅抗爭係為全國各地創下抗議嘅先例。基礎技能評核試要求本省各校區向4年級同7年級學生提供讀寫計算能力作出評分，但係老師就指出，技能評核試未能夠準確咁提供係評估學生嘅進度嘅資料，而且只會剝奪上課時間，因為教師需要協助學生準備考試。由前省長溫德森提出嘅反合併銷售稅活動，本星期繼續喺列治文多處地方進行，其中喺5月10號朝早10點至下晝4點喺 Minoru 長者中心進行，而星期四下晝4點至7點就會移師到加拿大線 Bridge House 嘅車站係進行。而本星期六上午10點至下晝4點，太古廣場同 Steveston 酒店都會有收集簽名。22號帝國中心聚香園酒街亦都會有簽名嘅運動。因為販賣大麻種子被美國當局判刑嘅本國公民 Mark Emery 5月10號到溫哥華出庭應訊。據 Emery 嘅代表律師透露，聯邦司法部已經裁定 Emery 需要被引渡回美國係服刑。不過，如果按本國嘅公共安全部要求， Emery 將可以喺本國服刑，但係完成引渡程序。另一方面，據報美國一名訴訟人員正在本地協助美國當局向 Emery 提出起訴。Emery 舊年同美國達成認罪協議，承認販賣大麻嘅控罪，交換判處5年嘅刑期。聯邦政府將喺今日引入法案，目的係阻止被定罪嘅兒童式程序犯獲取赦免。加新社獲取嘅內部資料顯示，法案會授權全國假釋局，令到嚴重罪案被告係必須問責，包括否決佢哋嘅赦免申請。不過有刑事案件嘅律師指出，應該按實際情況對唔同嘅赦免申請個案作出唔同嘅考量。加拿大保險局正提醒省民，今個夏季預料將會非常乾旱，民眾應該採取額外措施，準備應付任何突然發生嘅緊急情況。發言人指，民眾應該減少林木同雜物，更換不易燃嘅屋頂同採用防火力較強嘅物料。發言人補充話，今個夏季同03年嘅時候相似，當年本省發生咗超過2500宗山火同超過45000人被迫疏散，保險索償高達2億元㗎。跟住同大家講講本省嘅天氣。跟住同大家講講本省天氣，先睇睇溫哥華。今日係天色清朗，最高氣溫16度，內陸最高氣溫20度。聽日陰晴不定，最高氣溫16度。星期四天色清朗，最低氣溫7度，最高氣溫18度。星期五陰晴不定，3成機會有陣雨，10至19度。星期六多雲，10至18度。星期日多雲，4成機會有陣雨，10至17度。咁跟住到 Victoria 啦，咁 Victoria 呢係天色清朗啦，近住 Juan de Fuca 嘅海峽嘅時候就會比較大風啦。19度係最高氣溫，咁啊近海嘅地方就係15度。咁聽日呢就係天色清朗，最高氣溫17度。星期四天色清朗，7至18度。星期五陰晴不定，9至19度。星期六多雲，9至18度。星期日3成機會有陣雨，多雲，9至16度。呢節加西新聞報道完畢，多謝你收聽，再會。